蓮子，千年養生智慧，一身都係寶藏。喺戰亂頻繁嘅16國時期，食物尤其珍貴。後趙嘅士兵們冇諗過會喺一個倒塌嘅城牆裏面發現驚人嘅寶藏。當佢哋拆開封倉嘅舊城牆時，竟然發現裏面藏有幾十石歷經多年嘅蓮子。呢啲蓮子雖然年代久遠，卻並未腐壞。士兵們將佢哋取出烹煮，成為咗救命糧食。呢件奇事後來被正式記錄喺唐代官修史書《晉書》之中，成為咗石蓮典故嘅由來。石蓮嘅故事並非虛構，現代科學發現，蓮子外殼堅硬緻密，能有效阻止水分同空氣進入，所以可以沉睡千年，依然保持生命。時間嚟到崇尚風雅嘅南齊，宰相王建不僅位高權重，更係一位學識淵博嘅文壇領袖。佢嘅幕府吸引咗當時大量有才學之士，可謂群賢不至，濟濟一堂。時人讚美呢個場面，話如稿之泛綠水，依芙蓉，何其麗也。意思係賢才依附於王建，就好似蓮花依託於綠水，相得益彰。從此蓮府同蓮幕就成為高級官署或者匯聚賢才之地嘅雅稱，一直流傳後世。一個石蓮道出蓮子物理上嘅堅韌不壞，一個蓮幕賦予咗蓮子文化上嘅高雅內涵。小小蓮子承載住中華文化嘅雙重智慧。采蓮曲，唐代王昌齡。荷葉羅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臉兩邊開。亂入池中看不見，聞歌始覺有人來。詩中描繪采蓮女與自然融為一體嘅畫面，佢哋嘅羅裙同荷葉一樣碧綠，笑臉同荷花互相映襯，充滿青春活力。采蓮子，唐代王府松。淡淡香蓮十傾鼻，小姑貪戲采蓮池。晚來弄水船頭濕，更脫紅裙裹鴨兒。詩歌活潑地捕捉咗一位貪玩采蓮少女嘅形象。廣闊荷塘香氣彌漫，佢玩到忘咗時間，弄濕咗船頭，甚至脫下紅裙包裹住喜愛嘅小水鴨，天真爛漫，非常可愛。今日我哋分享一道百合蓮子粟米湯素湯。材料：蓮子40克，栗子15粒，桂圓5至6粒，新鮮百合15克，粟米2條，水2升，鹽適量。首先準備好所有材料：蓮子、栗子、桂圓、新鮮百合同粟米，逐一清洗乾淨，然後將粟米切件備用。新鮮百合頂層或有污泥，用濕布輕輕擦拭乾淨即可。喺大陶鍋中注入約2升清水，待水滾起後，除咗百合，將所有材料放入鍋中，用大火煮至翻滾後，繼續煮約10分鐘。之後轉為細火，慢慢煲約45分鐘。之後加入百合，再煲多10分鐘。最後加入適量鹽調味，即可。功效：養心安神，健脾補腎，滋陰潤肺。禁忌：風寒咳嗽、脾胃虛寒易泄瀉者慎食。
同學仔未完㗎，繼續話你知。各位好，等我嚟同大家揭開蓮子全身都係寶嘅奧秘啦。請睇呢幅圖，由深埋於泥嘅根莖到水上嘅花葉果實，每一部分都係大自然嘅饋贈。蓮子係主角，性平味甘，能補脾胃、止腹瀉，最重要係可以養心安神，瞓得好自然身體好。呢個係蓮子心，超苦㗎，但係清心火、降血壓嘅功效一流，絕對係苦口良藥。睇下呢個蓮蓬頭，我哋叫佢蓮房，能化瘀止血，尤其對產後調理好有幫助。大家睇下喺蓮花正中心圍住個小蓮蓬嘅呢啲金色鬚鬚，就係蓮鬚啦。佢係蓮花嘅紅蕊，曬乾後可以入藥，有固腎結晶嘅妙用，對於男士嘅遺精、尿頻好有幫助㗎。當然唔少得生於淤泥嘅蓮藕啦。佢係藥食同源嘅好嘢嚟，生食同熟食功效唔同。生食性寒，可以清熱生津、涼血止血；煮熟後性溫，就轉為健脾開胃、益血養心嘅補品啦。最後提提大家，連荷葉都唔好浪費，用佢嚟泡茶，可以降脂減肥，keep 住健康身形。最犀利係蓮子可以千年不壞。考古發現嘅古蓮子，到咗今日居然仲能發芽開花，你話係唔係好神奇？秘密就在於呢層超級盔甲一樣嘅外殼，可以隔絕空氣同水分，保護裏面嘅生命。所以古人成日送蓮子做禮物，寓意健康長壽、情誼永固，夠晒有意思。由內到外，由藥用到文化，蓮子同佢嘅家族真正體現咗中醫藥學同自然智慧嘅博大精深。係咪真係全身都係寶呢？現代研究發現，蓮子含有生物鹼同黃酮類化合物，呢啲係強力嘅抗氧化劑，可以幫我哋對抗自由基，延緩衰老。另外，蓮子中嘅多糖同生物鹼，亦被證實有助於穩定血糖。所以話，古人話蓮子能補脾安神，其實背後都有科學道理支持㗎。蓮子雖然好，但並非人人都適合食㗎。大家要記住以下幾點：有便秘患者就唔好食太多啦，因為蓮子有收結作用，可能會令情況加重㗎。如果你覺得腹脹、消化不良，都應該暫停食用。感冒發燒患者，即係中醫講嘅外感實邪期間，都唔好食，以免閉門留寇，將病邪困喺體內。最重要係任何嘢都係適可而止，千祈唔好因為有益就食過量啊！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中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？同學仔開始上堂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游師傅啊！今日咧就買到啲新鮮嘅蓮子啊！咁咧就有同學成日都問我，喂，蓮子有心噶喎，咪苦咯咁。係啊，所以咧有同學就話要叫我教佢點樣通嗰條蓮子心出嚟喎。咁冇辦法啦，辛苦啲都要啦，因為大家中意喜歡睇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睇睇呢度，蓮子買翻嚟之後洗下佢，凍水浸過面，慢火加熱，滾起之後閂咗個火佢，浸佢大約15分鐘，然之後呢啲水凍咗，咁呢就係蓮子返嚟洗佢，就凍水浸過面，慢火加熱，滾起之後呢就閂火冚蓋焗佢大約15分鐘，啲水凍咗之後呢就倒起佢，就可以攞出嚟
蓮子睇到呢個底部有粒的，就喺呢度呢個位置，攞支兩頭尖嘅牙籤喺呢度插住，篤入去就睇到呢條蓮子心。攞佢出嚟 ，OK， 喺個底部個窿嗰度插入去，攞到條蓮子心，篤到盡，睇到未？就呢條蓮子心，咁你唔篤晒佢都冇問題嘅，不過呢就苦味啊嘛，係咪？食療功效好多㗎，清熱嘅意思。不過小朋友話苦啊，唔肯同你食，咁冇辦法啦，你又要食係咪？所以就要篤起佢，再做一次，焗咗水，凍咗撈起佢嗱，喺呢個底部篤入去，插入去，插到尾就會睇到條蓮子心出嚟啦。大家搣開佢睇睇，蓮子心呢。就係呢個窿，因為佢底部相連，所以呢就喺呢度篤入去嘅時候呢，就會噴到出嚟啦，明唔明白？OK， 跟住俾水浸返佢備用。嗱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做一個蓮子瓜粒湯。咁話阿小姐話唔食肉喎，中而家潮流興素食啊嘛，所以咧就唔使俾肉噶喎，睇睇啦嚇。處理好嘅新鮮蓮子，鮮冬菇、薑片，梗係冬瓜粒啦。咁佢中意攞啲顏色俾啲紅蘿蔔粒落去啦，睇下點樣做啊！白鑊乜嘢都唔使俾，放薑，放一放佢先。點解要落薑？寒啊嘛，係咪啊？係落薑，放一放佢，轉色，聞到薑嘅香味，慢慢火嚇。之後就係落冬菇粒，烘一烘佢先。之後俾一茶羹到嘅生油，因為啲菇係寒涼啊嘛，所以我哋就加少少胡椒粉，聞到胡椒嘅香味，加入處理好嘅蓮子，之後粉水，大約係4至6碗，粉起之後閂慢少少個火，煲佢大約係15分鐘，直至到啲蓮子熟透。嗱，煲咗15分鐘咯喎，啲蓮子就熟透啦。開始腍啦喎，咁咧我哋就加入冬瓜、紅蘿蔔，煲腍佢。
滾腍啲冬瓜，大約係10分鐘到就 OK 咯噃。跟住試清楚啲味道啊，先至落少少鹽嚟調味啦。咁有啲同學話我中意俾多啲胡椒粉辣啲，好唔好啊？得，冇問題。咁我中意加啲肉落去，得，冇問題嚇。咁咧就呢個係新鮮蓮子嘅瓜粒湯，大家可以試下咯喎。咁一陣間煲好之後，鮮蓮子冬瓜粒湯係咪好簡單呢？咁有同學話要挑條心出嚟咁麻煩，買乾嗰啲得唔得啊？梗係得啦，但係話晒都係新鮮啊嘛，食味都唔一樣噶。咁如果喺街市見到新鮮蓮子呢，買啲翻嚟試下啦嚇。雖然功夫係多啲，咁但係冇辦法啦，發揮你嘅愛心啊嘛。你啲小孩子愛人就話唔食蓮子咁苦啊咁俾啲時間，俾啲心機，最緊要呢，揾埋啲小朋友一齊，係嘛，一齊做，天倫之樂啊嘛，係咪？OK，多謝大家，記得試下咯喎嚇，拜拜。